义提百万。好，来欢迎咱第一组来宾空家。哎，9月29号暗时8点，恭喜第一台，请准时收看空出戏。好，来咱第二组来宾，欢迎阮这名鬼家。虽然阮的台语讲了推推，不过咱穿甲水水，那是摕到奖金，阮就送甲心花开。来咱今晚牛擂台，来欢迎欢迎。来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介绍阮第一组的队长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庄凯勋啊，我甲新文哥啊，还有强哥甲蔡爸，阮伫个9月29号暗时8点，中央电视哎有一个新的戏叫做《空出戏》，空出戏10点伫个华视主频道。哦，是自我介绍好啦，自强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志强。是，好，欢迎，我来采访。大家好，我李新文。天文哥哥。我一个是分局长。哎，慢慢啊，会甲你迄落啊剧情讲出来哦。是，小明讲。哎啦，不要紧，豆豆啊，等你啦，豆豆啊讲。好，来，搁说你去。哎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啊，我是蔡明修，外口拢叫我蔡爸啦。蔡爸，蔡爸啦。啊，蔡爸这边嘛演好人吗？哦，我演的伤为足悬的，我够伤呢。我演够伤有呢。想要看哦，有厝无要住，走去和流浪汉大做伙。哦，去体会一下啦，去体会看别人的生活是安那过的。好，来换恁迄边啊哦。是，欢迎阮这边叫做鬼家咱队长家奎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家奎，啊，阮拢是剧场的好朋友。是，咱无伫，我无伫共一出戏，啊，毋过拢不同，无小共戏来宣传一个。这个是时光的手香，时光的手香，我的阿爸甲卡送。吼，啊，台北演了啊，煞来个台中甲高雄，请大家来支持一个。是，嘿，希望大家会当多多支持阮用艺文的啦。艺文的较想要哦，做这演员真正要足辛苦的。是，足可怜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陈婉婷。虽然我今日无炸什么新的作品要来宣传。无戏通演啊！欠就做。希望有一个机会啦，大家看到我吼。欢迎，好，来搁说来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月金。月金，嘿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官嘿，的。辛苦啦。来你家。嘿，我有参加伊的剧团啊，所以10月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剧场内底看戏、看表演。忘掉，我阮拢是请外来看安尼啊，无。好，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讲老师。欢迎咱罗公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恁就会当赚大钱、买新厝。赚大钱买新厝，就是爱讲台语啦。来，甲咱的规则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是，咱第7季吼，咱这摆吼，就是来比赛团队拢总过3关，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了就会使摕到奖金100万咯。是，恁绝对以为阮伫迄落啊吼喷鸡龟吼，来看者100万你做好不好？来，哦，来，下。蒙者，100万就是爱靠咱的拍拼，会晓讲，尽量讲，爱过关，吼，就一定爱过关就对啊。先摕金无？啊？先摕20万做定金。哎，唔免的，唔免的。爱赢啦，爱先赢，一定爱赢嘛，赢金就先赢啦。无对啦，真正有影爱拼才赢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
美秀阿雄经济边，来，咱这个回合哦，就是美秀，我有一个答案，阿雄，我冇解答无。是安那得到咧。哦，咱这回合吼，是是人解答没有？恁来算，算的正确得到1000块1000块上最再得到6000块。 6000块呢，吼，把握这个机会哦，真正要甲100万摕到转去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蝴蝶袖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蝴蝶，蝴蝶就敢若飞，这飞共款，你甲看，伊有手安尼念着有哦。对对对啊，咱若伫海的时阵，敢若蝴蝶的，所以敢若一个手吓。嘿，就是蝴蝶啊，我的答案是蝶啊，有道理吼。敢若有道理。哇，安尼啊，海者安尼啊，吼。但是我嘛有一个，我这边阿雄的答案叫做手尾吧，这是手头嘛，对吧？手头嘛，啊这手骨嘛，啊这手尾啊，手尾吧，系呢。哎，有道理哦。好，到底是美秀的答案蝶啊，啊是阿雄的答案手尾吧？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。阿雄，经济边是蝶啊咧，还是手尾巴咧？哦，来哟，今日甲风险啊分析，哦，真巧。天唔讲过，你谁若选我？你感觉我会安尼，敢若像蝴蝶咧海来海去？对啊对啊，蝴蝶袖啊，等安尼讲啊，唔是安尼讲。对啊对啊。对啊，袖啊，系啊。安尼海者。系。哦，啊，自强哥哥你捌听过无？我是感觉手尾吧，敢若较有意思。手头嘛，手骨啊，手尾啊，对啊。哦，较有连的感觉。无啦，蝴蝶伊是毋是啦？嘿。俺人本来是遮无，遮发问了嘛是实啦。婉婷。我是感觉上哥他拄仔讲了解说真清楚，错的哇。系啊，你来甲我骗，就是要连着嘛。对啊，手尾嘛。因为这个是较新的讲法啦，较早人讲无咧讲法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正确的答案哦，伫美秀迄边。伫我这边哦，来分首先。由于这边得了1000咯。来这边，得了1000咯。白手啊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这个蝴蝶吼，咱台语话所在人讲蝴蝶啦，啊话所在就讲野啦。嘿野。啊，所以咱这个物件过去咱台语是无咧讲啦吼，啊，因为华语即马拢讲蝴蝶袖，就是讲迄手伸出来这有一块较大地吧吼。啊，天气是那像野的色安尼啦吼，啊，伊这是手的位啦，所以咱就照这个意思去甲讲做蝴蝶还是讲野啦。哦，就照咱台语的蝴蝶的讲法啊，加一个手的安尼。讲做蝴蝶还是野嘿，真好，即马平啊！白手来，我刷落去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结骨话内面吼，讲土豆八壳，讲的是啥物咧？哦，美秀这边是爱琳啊，是安怎是爱琳咧？咱若食土豆的时阵，土豆唔是两个夹起来，啊，你掰开就是要食内面的鳞嘛，所以叫做爱琳，是。啊，那阿雄这边呢？我的答案是双生啊。双生啊，哪有三个咧？啊，就三生啊。啊，有当时会高生一个嘛，对吧？所以大部分的土豆你掰开内底拢是2粒，所以就是来讲人有心而且是相思，所以合作老师讲的迄什么土豆八壳。土豆八壳。好，美秀的答案是爱琳，阿雄的答案是双生啊。好，来2队请选择。来哟，阿雄，到底是爱琳啊，双生啊咧？哦，这个结头壳啊哦。开阮呢？嘿，你感觉是安那？你选我是爱琳？我感觉是爱琳，因为土豆掰开嘛有2粒、3粒、4粒、5粒的啊。啊，你要吃的是啥？琳嘛，哎呀，你是爱琳嘛。对不？啊，迄名听较古锥啊。嘿，听起来较古锥。嘿，较有声。恁感觉是双生啊？无，咱队长讲者。因为头拄仔恁2个解说，感觉双生啊较有道理啦。因为拍开嘛有2粒、3粒的，也是变双生啊、3生啊。啊，若是讲爱琳，啊，若唔是2个3，就变3批啊。对啊。所以应该是双生啊，这个感觉。对无？你爱琳，你干那一个，你敢会使拍开有2个？爱琳拍开变3个。3粒
无相错啊，我都唔知影哦。答无出来，之前都无一定。嘿，真正的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的答案伫个美秀迄边。好，来分数甲加入去。容易，我得了1000咯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对来讲，这叫做结骨话啦，嘛人讲热气仔话啦吼，热气仔话就是要讲，互人感觉足亲切的、足热的啦吼。所以这句话就是咧讲，要讲爱情的时，我直接讲爱情。伊讲这就是我的土豆八壳，就是讲土豆八壳主要爱是内面的土豆仁，所以就是爱情。所以就我直接讲爱情的时候，这句话来讲。好，来第3题哦，加油哦！来，咱先请出销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咱台湾来讲，目睭啊飞机是咧讲人安怎？哦，美秀这边是乌西，因为啊，你讲，是因为哦，目睭啊甲飞机哦，拢会吐迄个目汁，哦，是毋是？就敢若亲像啊，咱伫迄落讲压钱的感觉，哦，钱要讲起来，嘿，讲起来讲，也要乌金的感觉就对啊啦。是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乌西。是阿雄这边的答案是无血无目屎。哦，因为大家有食过沙西米无？目睭啊是飞机甲切开，无咧流血的啊，是毋是？嘿，不过伊目汁毋是迄血吗？目睭毋是迄血，目睭是伊用来喷的时阵，互家己会使逃走的物件。哦，不过美秀的答案是乌西哦。阿雄的答案是无血无目屎哦。好，来2队请选择，你是安那信任阿雄？飞机啦，虾啊，虾拢属于无目屎，迄个骂人的。是无对。你讲亲像飞机目睭啦，人会安尼就解释。安尼就敢若骂人的意思。哦，我想讲无血无目屎，哦，搁爱切，搁爱切。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目睭仔飞机是讲人无血无目屎，也是乌西咧。哦，不过美秀的答案是乌西哦。阿雄的答案是无血无目屎哦。好，来2队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眼睛边。这边雄雄跳起来啊咧！哎呦，那就重新起来。是，好来，我来问一个，你是安那信任阿雄？飞机啊，飞机啦，虾啊，虾拢属于无血无目屎，迄个骂人的。是无对。你讲亲像飞机目睭啦，人会安尼就解释。安尼就敢若骂人的意思。哦，真正有道理哦。应该是你台词讲过对无？有啊，加油。好来，我即摆问一个，是安怎大关的？恁选我这边乌西。乌色的啊。是。系啊，所以我想讲无血无目屎，哦，搁爱切，搁爱切。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这边。哦，这是咱台湾民间哦，常常安尼讲啦吼。那咧讲人无血无目屎，就讲咱像目睭啦，咱像飞机咁。啊，其实哦，目睭啊飞机敢真正无血，这无影啦吼。咱知影讲，这个目睭啊这种物件哦，伊伫海内面伊是会变色的。爱变色就是靠伊的血哦，去看讲伊收到倒位的是迄个所在什么色的，伊就变什么色的。所以伊有血啦，是干那讲咱人看袂出来是血，咱人的血是黑色，会是红色的。啊，像拄则讲的虾啊啦、目睭啊飞机，因的血毋是红色的，所以咱还是无看到有红色物件，咱就感觉伊无血。啊，其实无，啊，伊讲有目屎无，咱嘛毋知，因为安怎？伊伫海内面就算伊流目屎，咱看袂出来。啊，所以毋过咱民间安尼讲，就是讲，你若咧讲人无血无目屎，就是用目睭啊飞机来讲人。所以这句话目睭啊飞机就是咧讲无血无目屎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晚看这分数，咱强加。今晚得了4000咯。啊，咱会加咧。嘛袂歹有2000哦。好，来，今日咱的第2回合，下港佚佗人。嘿，
下港佚佗啦。来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真轻松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要去倒位轻松咧。是，咱这个单元吼，就是用咱翕出来足水的影片，带恁来去台湾世界游览，甚至是外岛，有的时阵会飞去外国哦。哦，用外国嘛飞的有哦。嘿，影片。哦，用杯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哦，咱这回合嘛，一题3000，一题3000总4题，上最得到1200块，所以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咱即摆4000万里差去都偌济啊，16,000啊哦。对。好，咱这边加油，万里甲摕过来。加油！好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选的这个景点吼，请恁讲出是咱台湾的猫咪关甲什么潭。哦，猫咪关甲什么潭哦，拢两字哦吼。来，咱请看。哦，两个当时呢？咱阿金先赢，你看。是，阿金先。好来，阿金你的答案是。咱走关的二月潭，来，咱道观的二卦，好，潭，好，来，老师，咱道观的二月潭对唔对？骹手真紧，但是答案错哦。可能有去用骗去哦。吼，来，你要搁继续看，还是讲咱即马就？继续甲看落去好无？你慢慢看。咱这先撸转来，来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无你的机会过啊！哎呀，来。花莲关的七星团，花莲关的七星团，蛋，七星蛋，潭。好，花莲关的七星蛋，老师对唔对？对了，歹势是潭，唔是蛋。哎呀，真可笑啊！你讲潭嘛是潭啊？咱继续看完了，咱来后壁有讲对呢。你讲蛋，哦，潭嘛，潭才对啦。哦，潭是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甲影片看完，咱来问老师哦。吼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风景真水，就是用骗你啦。哎呀，这个正确的答案是花莲关的七星潭，嘛是七星潭啦吼。啊，其实原来这个潭唔是伫遮，是伫另外一个所在，伫花莲无唔对啦吼。啊，不过因为尾啊，迄强吞起来啊。哦。啊，咱一般讲潭是正水的嘛，但咱对啊看这影片，恁感觉是海还是正水？是海嘛吼。啊，因为迄个旧的七星潭无去啊，啊，所以因感觉这是一个海湾。看到有小可生潭，所以因就把这个旧的名摕来用伫这个即马这个所在。所以咱即马若要去花莲关的七星潭，就是去咱对只看到这个所在。啊，旧的迄个即马已经干那剩一撮啊吼，伫咧这个一个大学的校园内面俩。好，不要紧，两边拢无分数。来，咱搁紧的换人。好，来，咱等下看着，慢慢啊想，慢慢啊看，唔免急。哈。好来，上个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上来吼，请咱讲出这是彰化县的猫咪湿地。哦，什么湿地咧？好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够大片的啦！哇！哇，哦，来听，你知影啥话？高米湿地，高米湿地，确定哦？伫咧种嘅。啊，不是哦，我当然知影这个湿地呢。哦，个另外一个湿地。啊！好来，老师高米湿地对唔对？唔对，还是唔对。哦，不要紧，咱个继续甲看落去哦。好来，继续看落去。好来，讲看卖无定，就互你讲对。你又看卖王景啊？王景，敢是王景？不是王景，是另外一个。较落南，较出去一个。迄两字咱足少讲到。对。有啊，我讲。你讲第一字是胖胖的意思。胖胖的意思。
是咪胖胖？胖胖。嘿嘿，我真唔知呀。真正唔知。真唔知呀。哦，好，不要紧。这两个嘛是同款，拢无答案嘛，无人知吼。这个地名较少人咧讲，较少人咧讲。好，不要紧，来老师。伊拄则讲的两个所在，拢伫中华无毋对啦吼。是。讲王境啊，王境是出蚵仔的所在，但是伊毋是湿地啦，伊是人咧饲蚵仔的所在。啊，咱拄仔看有海牛嘛吼。啊，佫有看到伊有足侪那像红树林啦。对对对。吼，所以遐叫做红湾。就是讲哦，伊即马叫你去佚佗啦，有闲带某囝你去遐行行，你就知影，遐就是红湾啦啦，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来今日换人。换人。好，不要紧，今日咱替咱队友摕一个分数，好，来上个咱今日去倒去佚佗。是，刷落来吼，咱要介绍的是一个什么什么市的什么什么海。哦，什么什么市，什么什么海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。无可能，讲无咧佚佗的市落啊。来，蔡爸，你讲倒位？介绍吼，我就介绍迄个新北市的阴阳港。阴阳海，阴阳海。哦，新北市的阴阳海。伊水往搁入去，搁入去，搁入去。你也拍过伊哦？无啦，我捌去拍过啊，伊报我看，我看伊介绍嘛。哦，两边色安尼。两边无共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是不是新北市的阴阳海？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健康。太分数。有一滴的是杀青咯。我拍出 A 卡之路去遐拍，就是你遐拍 A 卡之路。好，来，咱同齐来去看哦，好，来继续看完。伊叫做阴阳海啊。水啦，你看。真水。哇，真水真水。足水的，咱两边海。嘿啊。哦，咱拄则看影片内面哦，看到海哦，海一般来讲拢蓝色的啦吼。啊，但是看有一部分是金黄色的对吧？金嘿。所以伊的号这个名是有两色的。啊，啥来有两色，就是讲迄个所在是金龟石仔遐啦吼。啊，金龟石仔遐吼，因为伊内面有迄个一种叫做黄铁矿。啊，迄个铁矿哦，伊那落雨以后会扬落来吼，啊，迄有一寡铜离子甲铁离子。啊，咱知讲铜甲铁吼，伊若生鲜是变红红安尼。所以老咧海就叫染色去啊。所以咱较。我这个海边吼，看起来就金黄色，啊，较远去就蓝色，啊，因为两色，所以叫做阴阳海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哇，今麦咱少年那边一定要甲分数摕到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搁一位啊，免惊。来，今日换人。来，上尾一位啊，一定要得到分数的啦吼。不过来大爷。甲你借问一下吼，你这开线的意思是？啊，我就想讲，这种乌乌的，我想讲摕一个无共色的，安尼看起来搁较花啊。因为我一直想个奇怪，伊那一直到底你是等下要表演啊是安那？无啦，但我嘛是惊热啦。哦，惊热。可能惊热啦。嘿啦。甲你介绍者，起码有电通啊啦。冇冷气啦，这较环保啦。是，哦，嘛是较环保哦。哦，有这个概念真好。是咱强的哥哥，真久无看呢。是。嘿啊，咱合作应该是几档啊？哦，介济档啊。介济档啊，落尾。起码无红。嘿，冇赛个档，对，落尾咱就真正有影，因为我嘛较安尼演戏啊。是，哦，真正真济档的。算讲真久的朋友啊，老朋友啊，甲伊合作真快乐。伊是一个袂互人负担的演员。对对对。是真好真好。我是对美秀也学的啦。无啦，是阮对你学的。哎呦，你客气啊，咱一个唔通客气吼。绝对的。绝对唔通客气。3000块拜托。嘿，3000哦。卖个海军啊，拜托。嘿，今日摕转去哦，哈。好来，上个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吼，要借问的是。咱等者影片要去的是倒一个度假园区，伊是咧南投县的什么所在？哦，南投县的什么所在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
水啦！哇，好水啊！哎呦，无安尼遮水啊！南投县的什么所在？哈，今日三拿，三拿，拢泉州啊！听讲你是原住民呀，这拢州啊应该有熟悉吧？地足好食，以三拿出山。七类，哇，今日三拿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南投县的三拿溪。哎呦，嘿，我袂输，敢若有印象，印象，这个所在应该是一个溪线的所在。溪，一个溪，但是我袂记得伊完全的名是啥物，正确的名是山拿溪。山拿溪，哦，山拿溪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山拿溪？音唔是正确的。不要紧，咱即马这边机会来啊。音，老师有拄好讲音啊，唔对，音啊，三林溪，三拿溪，三林溪，爱算一个，爱算一个，自强哥哥爱算一个。三林溪，哦，安尼就正确啊。我是字共款，但是念无共款。迄个咱拄有看有足侪大樟树啊，有无？是。迄咱台语讲做山马啦。山马。咱过去咧基础用种山马啦，所以讲山哦，因为华语讲山哦，有可能是山嘛，有可能是山。是。不过咱台语这个字是爱念做山啦。山。啊，你啊山林讲山拿就无问题啦。啊，不过伊个山林哦，咱会用本土音来念哦，三林溪啊。好，谢谢老师，咱个学着三拿溪，吼，会记哦。好，来，咱今嘛来看分数。是的。来，先看阮这边空格。空格目前奖金1万。来咱回咧。回格目前奖金2000。不要紧，咱搁头壳继续拼落去。好，今日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2家来拼台。哇！你有看到哦？八提示哦，是来提示内面有啥？内底吼，除了有题目以外，咱8提示内底还有奖金，上最15000，上少1000，爱好好选哦。上最15000哦，上少1000哦。啊，不过咱这规矩就是讲吼，会歹势吼，咱这。袂当互恁安尼互相斗3工来讲嘿，谈上讨论。啊，毋过有一届的机会，嘿，会当讲，救命，会当救命你的队员啦。好，那咱这规矩就是讲，来，咱分数开始较少的先选，好，机会啦。我先选英语。英语，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英语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，其实毋过还袂摕到，加油！嘿，爱讲着才会用你哦。送一个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英文的，请出题。请问古里甲阿霞倒一个台词？这个台语词是对英语转过来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讨论。哦，要爱起来。12000。哎呀。哦，对，好来。来，香港的人会讲先是讲阿 Sir。阿霞是迄阿霞囝阿霞嘛。本来你就是古鲁。古鲁。古力。是。好，来看。古力。是啊。古力甲阿霞倒一个台语词是对英语来的咧。请问古里甲阿霞倒一个台词？这个台语词是对英语转过来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嘿，古里甲阿霞。古里阿霞。嘿。讨论。哦，要爱起来。12000。哎呀。哦，对，好来。来，咱讲先是，香港的人会讲先是讲阿 Sir。阿霞是阿 Sir 意思吗？我咧想讲到
无把阿霞唔是，阿霞是迄阿霞囝阿霞啊。哪里是苦路啊？苦路啦，苦路啦，嘿啊，苦路啊。哦，咱剧中的苦路啊。对啊，苦路哦。好，你的答案是苦，鼓励，是。好，来看，鼓励，对，是啊。慢啲嘅加起嚟，加起嚟。咱听老师解释。这实在是讲起来足趣味啦吼。因为有人讲英语的苦力是对咱中文的苦力去的，但是咱台语的苦力是对英语的苦力来的。哦，因为华语跟台语音无共款嘛，所以华语讲苦力吼变做英语苦力，啊苦力搁做台语变做苦力，啊苦力对日语再搁转过来啦。所以咱讲得做苦力吼，就是迄个英语讲的苦力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万你摕到啊，万五唔免惊哦。好，来，哪位咧？万五你倒位咧？中华啊。中华，因为你较熟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中华奖金有偌济？嘛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华有一句俗话咧讲，伊讲在地遐居民的大姓，社头专小人，大村偌踅，竹肠尖一重。请问鹿港是诗一半，还是红记记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诗一半。哦，中华人出这款题目根本就是咧侮辱中华人。哎呦，来，无中华人，你的答案是啥？诗一半。一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诗一半对唔对？对。表演你就高清咯。这当然是咧讲笑的啦吼，因为讲某一个所在姓什么人足济，咱较常听到，一般来讲是敢若讲2句啦，讲社头小了了，鹿港死一半，哦，所以迄个社头的人哦，姓肖足济，讲小了了，听起来敢若全部拢起笑共款。鹿港死一半，讲鹿港有一半的人姓施啦，鹿港这遐尼济人姓施，佫有一个讲法就是讲，迄个施拢要来拍台湾的时吼，鹿港人听到消息，今日讲因若来吼，因足济人叫台军，迄当鹿港是大都市嘛，算足济好野人的所在。因今日讲若来，因会去互伊拍死，所以因真济人改姓施。哦。安尼因来是讲我甲大将军共姓，安尼可能较无代志。所以听讲伫鹿港哦，真济人讲你姓啥？我姓施。你真施啊，假施啊？讲你到底真的施还是假的施？真施啊，假施啊，真施啊，假施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，来换你啊，葵，多一个。算，今嘛差5000尔，差5000尔。加油！乌龙，你今日靠爸呗？你今嘛那个撇清责任。我袂记讲咱以前袂当讨论啊。体内讧啊。我们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意见不合哈。安尼好啊，因为我甲凯勋打拍了一个戏，我拢演律师，我算律师。好，来看，律师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嘛袂歹哦，哦，佮拼落去，唔是，若真正摕到就真正有影变手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法律顶面若是无证据通证明一个人有罪，审判爱先假设伊无罪，这叫做嫌犯平等原则，也是无罪推定原则。好来，你免10秒的时间。无罪推定原则。是无罪推定原则，好来，无罪推定原则对唔对？来，真正甲伊拼平手啊！真正得到5000咯！咱来听老师解释。对，咱即马真侪咧政论节目吼，拢咧讨论讲，什么人是毋是有犯罪吼？但是伊字幕顶面拢有甲你写讲吼，未判讲伊有罪以前吼，当爱先设定伊无罪。对，咱即马讲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，就是讲你袂当证明伊有罪以前，
伊虽然有嫌疑嘛，袂使讲伊就是犯罪人。所以这是咱法律一要紧的一个关键。好，来换你哦。今晚白手啊哦。我来问一下，我做安尼奇爱选什么较好哈？是，恁感觉嘞？鸡好啦，鸡啦，好啦，我嘛想鸡安尼拄好。哦，鸡好。好，来，咱来看鸡的奖金偌济15000。哦，哎，拢这够算呐。对哦，我嘴鸡，我嘴鸡。好，来，咱来看7000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人爱食的鸡筋，你敢知影这个鸡筋是什么部位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鸡筋。鸡筋哦。是。鸡。我5秒、7秒、3秒。关一下。鸡丸一个。好，来，吃落去。好，来，鸡筋是多一个部位？包晒，也算生殖器，这形成这是啥？属于包晒啊，包晒的所在啦，鸡筋是包晒。嘿，啊，迄个所在叫做什么物件？鸡筋就是算洗脚用的，洗脚用的。不是，洗脚唔就糊啦，西等，它是包大便的。哦，你叫包晒，鸡筋是包晒，可是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职场哦，差不多。好来，哎，三，知影就来哦。是，你感觉啥话？你讲是包晒所在。好，不要紧。孟老师啊，还是包晒所在。是职场啦。诶，有这啥？立灯啊，系立灯啊。哦，确定哦。嘿，我来看着。好来，立灯啊，对唔对？不甲正头迄个所在讲出来。对啦，是。好来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啊，其实这个鸡筋是鸡的胃啦，胃哦。伊物件食落吼，会先伫胃内面。啊，咱人有胃，鸡无胃。啊，鸡伊甲咱人真大的差别是讲伊无喙齿，所以食物件拢会先入去胃内面咯。啊，伊原来会食一寡石头入去，所以伊个石头甲伊食的物件伫个伊个筋内面咧磨。吼啊。磨就像因拄仔讲的，看到哪屎，其实毋是啦，迄食落的物件，咱食落物件伫咱胃内面可能嘛足歹看，你毋捌看过㖏。吼啊，咱迄个所在就是相当咱人的胃啦。哦。啊，咱讲鸡筋就是鸡的胃，伊的一个消化器官。啊，你若讲肠啊是伫后壁，佮食袂着。是。嘿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即马是万九。白手咧。好，佮继续来开。哎，头算啥？你讲要乌龙？乌龙嘛，乌龙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乌龙的奖金偌济？阿姊完了，阿姊你看，叫家呢欠足多啦，欠足多，叫来叫来。不过哦，你志愿无安呢？无用完啦。嘿啊，不要紧，家己拼一个好不？嘿，用完了吗？用完啦，嘿啊，一届啊，一届尔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看无定就。我嘛用完。题目真简单哦。好，来，咱看，写出题。请问台湾出名的茶冻顶乌龙茶，内底讲的这个冻顶是地名，还是制作的过程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冻顶乌龙茶，当然都用伊的。对啊，不是地名的制作过程。对啊。4、3、2，哦。好，来，你感觉是地名还是制作的过程？我感觉应该是制作的过程，啊，唔过，这敢若有陷阱。哦，所以你的确定的答案是？我袂晓，我感觉较无可能的。是。我来要地名好。地名，好来，地名对唔对？来温哥，恭喜你了万哥咯！来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个乌龙茶出产主要是伫迄个南投鹿谷啦吼，啊遐有一个所在叫做乌龙山啦吼。乌龙。啊，所以冻顶乌龙茶就是安尼来。啊，这个冻顶啥物叫做冻顶吼？听讲这是客气来啦吼，伊讲冻冻吼，迄冻就是山的意思啦，就是山顶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即马咱就甲这个茶，因为出产伫遐，所以咱就甲迄个茶的名叫迄个所在。乌龙山的名，改叫做乌龙茶。哦，你这名
地名吼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就继续嘛。够一万的啊，够一万的哦。哇！来，别多谢。唉，不同。不好，我就有。喜欢你这样不好。来，不好奖金有偌济？一万不好噶啦，万不好啊！万不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款的关系？咱是讲两个人是三不合的，是死对头，还是酒肉朋友？哦，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哇！死对头还是酒肉朋友？什么款的关系？咱是讲三不合。三不合。死对头。哎呦！是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死对头。死对头对唔对？这嘛需要的啊。你用对啊！厉害厉害！来分数，恭喜得到1万咯！人不好就通啊摕1万，人不好通啊摕无。好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哦，这讲三不合吼，讲三项动物吼，因拢不合对方啦吼。哦。啊，这三种是啥物？是蛇、田蛤啊，甲牙缸。哦。哦，啊，这咱的民间的传说内面讲吼，蛇吼惊迄个田蛤的嘛惊牙缸的毒啦。蛇惊牙缸。对，啊牙缸惊田蛤啊。牙缸惊。啊田蛤啊惊蛇。哦。啊，所以伊讲三不合，啊，这因就死对头。啊，其实当然，咱知影讲事实上不一定是安尼啦。对啊。因为迄个民间的传说讲，蛤啊若放尿吼，迄牙缸水过就翘去。啊，应该是无影的啦。是。啊，蛇若要食迄个田蛤啊是有影的啦。是。啊，不过民间传说是安尼讲，因这三项是死对头，讲因三不合。三不合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即摆看这分数真刺激，这边2万9，这边3万4哦，差5000好，来，即摆剩上尾一题啊哦。我想要较早困啦。对啦。好，看来开。好啦，较早困较有名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较早困，伊的奖金有偌济？啊，1000，嘿，困一盖1000啦。你袂歹嘞，够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人请出题。请问民间传说正月初几的暗时是鸟鼠娶新娘的日子？迄天大家较早困的，才会甲鸟鼠交叉着。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初几娶新娘？初几？哇，真困难。这哪这就难的呢？凊彩啊，初1甲初9嘛，拢总嘛在高啦。来，又者初1甲初9嘛吼。娶新娘，回娘家是初2嘛？系啊。嘿。爱较早困的。初。啊，就初1吧。初1。初2就回娘家嘛。哦，好。啊，初2就是回娘家嘛。所以讲你讲探早意思对啊。啊，就先娶第2天才回娘家嘛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初1。好啦，初1。好，来，初1对唔对？差这几天啦，是。正确答案是初3啦吼。初3。咱台湾都有一句话讲：初1早，初2早，初3困甲饱。啊，因为咱初1、初2吼拢足无用的啦，啊，所以到初3吼，大家忝嘛爱休困。啊，其实这讲鸟鼠娶亲，还是讲鸟鼠娶新娘哦，这拢是黑白讲的啦。啊，最主要是人要困啦。啊，讲啊，咱爱初3较早来困，困到较饱咧。啥物因为鸟鼠要娶新娘，咱莫甲吵。谢谢老师。真高追哦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好来，真高追，真高追。上尾啊一个啊哦。拼一啦。嘿，咱的精神来提出来吼。总比较无吼。好来，上尾啊是。贵当教吼。贵当教哦，好来来看贵当教，也奖金有偌济？嘿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秋冬交替，乌面腊杯逐年拢会对北方飞来台湾的七股湿地，还是淡水的红树林湿地过冬呢？是乌面腊杯淡水。乌面腊杯，我哪想到阿 Ken？ 我想的是小哈。哎呦，好来，七股湿地。七股。好来，七股湿地对唔对？对啦。骄傲，来，
恭喜你了3000咯！哇，这就有破。哎呀，你敢看者？差2千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咱拄仔讲是过冬鸟嘛吼，伊要来台湾就是要渡冬的啦吼，要来过冬天的。啊，咱若北部冬天嘛是小可会寒啦，啊，若到南部天气较袂遐寒啦，所以伊要过冬当然要去南部较好啦，所以应该是台南要七国湿地，啊，咱逐年嘛拢有真侪人，伫这个时阵专工，伫寒天的时候专工就去台南去看这乌面腊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马看2队的分数哦。来。控价即马32000。哎，啊那咱落价哩34000。好，咱即马今日来示表，大车机。嘿，示表大车机。哎，大家动脑筋。哦，动点脑筋哦。没错。咱即马几秒？咱即马有34秒啦。34秒，所以奖金是34000块。好，甲天姐。咱甲天姐30秒变54秒，好不好？64秒。78秒啦。64秒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咱这个回合有几题？诶，咱拢总有4题。好，每一题拢有无同款题。好，拢总有3题。你到位啊啦！你即摆去遮讲7号人啊哦。咱拢总有3题，每一题有5个提示，加油哦嘿！所以讲，你若想到什么会，看到提示是啥，就紧的起答。紧起。3题尔，咱第一题几个字？咱第一题有2个字。2个字哦，即摆有几秒？34秒，哎，64秒。64秒哦。数学老师放掉。好，我要开始啊哦。第一个提示保鲜的，保油剂的啦。第二个保护目睭的哦。又去，不是。第三个拼奖金咯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第一题几个字？咱第一题有2个字。2个字哦，即摆有几秒？34秒，哎，64秒。64秒哦。数学老师放掉。好，我要开始啊哦。好，来，咱车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大人。第二个提示是粉饺。第三个提示是插头。第四个提示是电啊。哦，正确。好，你即摆看几秒？你什么？你看，你开几秒？53秒。开11秒尔。嘿，11秒算真紧啊哦。共2题哦。交给你。后来第2题有几个字？咱即马第2题吼，嘛是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车开始。第一个提示保鲜的。保油剂的啦。第二个保护目睭的哦。又去，不是。第三个地骨皮。哦，中药啦。今年哦，来。第四个提示猪汤跟泡茶啊。好，正确。厉害哦，你是看到倒位？无因为阮打演了这个戏内底有讲到枸杞。枸杞就是过目睭。又去嘛会当啦。又去对啦。因兜拢是用又去过目睭啦。先食枸杞，甲找又去啦，安尼啦。对，保油剂。好，来，咱就要看这秒数是。即摆是哦，够34秒哦。今年哦，最后一个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第3题几个字？第3题有3个字。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车开始。第一个提示5月天。第二个提示基岛哦。第三个提示爱丽丝。哎呦，怎样嘛？第4个。今年第4个提示谢家什么？好，正确。为什么是5月天？对啊，我唔对啊，5月天啊。有一只歌都分做车。来，啊个人，哒，爱丽丝，小鹿的基岛，是个车嘛，是逐工拢会来啦。嘿，啊，即马就是选时间来。对，看秒数。秒数来看。啊，够16秒啦！袂歹啦，1600块啦。偌济？1600块啊！1600块。四个奖7000。点97无9,700啊。无，算到最清楚。无算到的。无条件迄个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进来去颁奖。耶！
嘛是真好哦。厉害！是啊，那阮这边我们真正爱好啊，甲咱介绍，因为是咱公司的电视台语剧剧台语剧哦。好，来介绍你去。9月29号暗时8点，是公司台空笑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，是感谢咱罗光成罗老师，谢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好，大家拢欢喜，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